美国国务院、英国、立陶宛、加拿大和荷兰议会已承认中国对维吾尔人的做法是种族灭绝。正在英国伦敦举行听证，意在取得证据调查中国政府涉嫌在东突厥散集体虐待、性侵等破坏维吾尔少数民族的手段是否构成种族灭绝。维吾尔独立法庭昨天听取了贝加利的证词。贝加利是哈萨克公民，有维吾尔血统。之前普东突厥散探亲时遭到逮捕，一关就是7个月。据贝加利提供证词说，头4天4夜我被虐待得很惨，整个人被挂在天花板。他还说自己被打得遍体鳞伤，连脚后跟都被毒打。他告诉维吾尔独立法庭，他的父亲被杀，兄弟遭刑求后伤残，兄弟姐妹都被贴上了恐怖分子标签。匈牙利政府与中国签订协议，在布达佩斯建设上海复旦大学分校。不过，匈牙利政府建设上海复旦分校计划遭到布达佩斯市政府反对。近万名匈牙利民众周六在首都布达佩斯展开示威行动，抗议政府要在这座城市新建中国顶尖大学复旦大学分校的计划。在首都布达佩斯举行的示威的参与者从英雄广场游行到国民议会。布达佩斯市长卡拉松尼向聚集在国民议会大楼前广场的人群发表讲话，批评匈牙利政府对复旦大学的态度。他表示，聚集的人群希望在布达佩斯为匈牙利学生建造一座城市，而不是一所拥有匈牙利税收的中国大学。卡拉松尼表示，尽管他们在人权和民主等问题上代表了完全不同的世界，但今天举行的行动不是针对中国，也不是针对这个国家的民众。布达佩斯已经采取措施，包括将上海复旦大学分校所在地附近4条街道改名成光复香港路、维吾尔烈士路、达赖喇嘛街等，反对建校计划。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州大会上发表讲话时火力全开，他谴责美国传染病专家福奇，再次要求中国赔偿。他批评福奇对新冠疫情的处理方式，认为对方并非是一个好医生，而是一个擅长自我营销的人。他说，福奇在新冠病毒问题上步步都错，对病毒来源的评估也是错误的。福奇曾对病毒来自武汉实验室的说法表示质疑。特朗普在演讲中还表示，中国应向美国和全球支付10万亿美元的赔偿金。他还呼吁各国不用向中国偿还债务。对于白俄罗斯强迫客机转降以逮捕异议记者，欧盟6月4日做出进一步反制，5月起正式禁止白俄罗斯航空公司飞越欧盟领空及降落。白俄罗斯记者普罗塔塞维奇上个月搭上一架后来被迫改道并降落在白俄罗斯明斯克的客机，他在飞机被允许再次起飞前被逮捕。欧洲理事会发表声明称，成员国正式批准禁止白俄罗斯航空进入欧盟领空，同时禁止其班机降落在欧盟各成员国机场。欧盟还要求成员国拒绝白俄罗斯航空起飞、降落等许可。白俄罗斯国家电视台周4播出了他落泪认罪的电视专访。在该采访中，普罗塔塞维奇承认组织了反政府抗议活动，并称赞了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普罗塔塞维奇的家人却说，这个采访是在胁迫下进行的。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巴南部信德省7日早晨发生2辆客车相撞事故，至少造成30人死亡。相撞事故发生在巴基斯坦南部信德省，一辆米拉特特快列车发生出轨后不久，赛义德爵士特快列车与之相撞。据初步确定，事故已造成30人死亡，50人受伤，搜救工作仍在继续。
由于信号系统不完善，铁轨陈旧，巴基斯坦经常发生火车事故。